总统赖清德除了去台中和业者座谈以外，也讲到台湾伫咧美国头一批谈判名单内面会确保国家利益。中国的机型男今仔日走来到恒春外海24海里连接区，去互咱的海军公布警告，说甲咱呛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有大学生鼓吹罢免联署，但是有人认为校园爱政治中立，也有人认为讲大学生拢承认无诽谤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1日新闻，我是嘉豪。针对着这美国关税冲击呢，总统赖清德除了去到台中和业者座谈以外，也讲到呢，台湾是列伫咧美国头一批谈判名单内面，会确保着国家的利益。那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去到立法院进行美国关税政策的专案报告。那这南北两党伊是主张讲，着爱扩大补贴，也有一个普发现金。杜英泰是回应讲，只要是对的代志，拢会当讨论。总统赖清德甲业界代表握手致意，因为美国关税问题，总统10日展开产业探访之旅，头一站选伫台中，甲机械器具业者座谈，听第一线的声音。赖总统强调，谈判会确保国家利益，保护产业未来发展，嘛证实台湾是伫美国头一批谈判的名单。第一时间就将咱台湾的这个对策甲计划送到美国政府，咱台湾现处是美国政府列入第一批的谈判名单内底，政府会做好准备来和美国好好来谈判。我们不怕竞争，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日本24、25，欧盟20。这一次我们机械产业真的很怕是最后一根稻草。业者提出5项建议，包括稳定金流、放宽纾困、整合资源并简化流程运用、扩大内需市场、建立出口意见甲风险监测系统，以及推动人才转型。也希望政府将阿美方90天关税减慢期，加协助业者出口等事项。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到立法院做关税专案报告，针对有关对美国谈判的人选，也甲台美协签双方贸易协定的空间。这拢是关心的焦点。他如果能够代表我国过去来跟美国来做谈判的话，我们最近展开产业之旅，也跟个别的业者有一些沟通跟座谈的机会，去争取跟美国签订 PPA。两情相悦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可以争取最好的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一个位置。另外，咱也嘛建议中央开放中客来台，扩大产业补助规模到2000亿，普发现金1万顶诉求，杜英泰嘛正面回应。对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谈，但是我们总要为国家的财政跟人民的需求做出发点。民进党提议扩大补助，加普发6000，但是立委吴思瑶关心台美敢会因为关税问题拍偏关系。杜英泰认为，美国对各国拢是一套公式、一个计算、一个标准、一个结果。美国对顶关税唔针对台湾，是全球头一届拄到的变局。强调台美关系也是持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宣布暂停要扣这对顶关税，干那甲美国的股市经起来一天尔。即阵的这美国4大指数是搁在收乌，道琼指数大落上千点，连带影响到咱的台股。早起开盘是青顺顺，这盘中呢是600到600点。不过因为这国安基金有进场护盘，台股冲悬，收伫咧19528点，起528点。台积电同款有起，收伫咧889块。11台股开盘，受到美国4大指数大落的拖推，早盘盘度延续前一天大起的势面变大落，以18772点开出，盘中上价来到18418点。不过，就伫国安基金进场了后，台股随个攻起，盘中上悬来到19323点。台积电又青变红，盘中上悬来到885块。传出国安基金的规模有可能为5000亿增加到1条。整个国安基金未来的整个规模扩增上面，我认为只要一旦确定这件事情会发生，应该在短期投资人信心提升的部分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们的跌幅跟美股相比来讲是相反的，好，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台股的基本面表现得非常强劲，那包括昨天财政部公布的台湾的这个出口，已经连17红了。分析师认为，台股最近因为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短期可能大起大落。若是美国利率起价，美股就会回稳，国家关
关税政策暂缓90天，对台股嘛有利，而且市场会因为关税政策提早优惠的效应，有助支持台股的基本面。根据财政部七10日公布，3月出口金额495.7亿美金，那创下历史新高，年增率嘛10.6%。第一季对美国的出口金额是220亿美金，嘛超过对中国甲香港出口的金额169亿美金。如果说目前的这个对等关税没有办法拆弹，而且在90天之后持续上路的话，在这个整个出口上面，还是美国跟中国会是我们2个最主要的出口市场。这个很难讲，就是说未来哪一边的这个整个出口值会比较高。专家表示，观察第一季出口数据，一旦看到极端引起优惠效应，短期间内空运费原来对你有关。若是这90天内，台湾敢有法度解决关税的问题，嘛关系未来出口的发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是台湾重要的农业贸易谈判国，对美国的这农产品出现贸易逆差，进前美国是宣布要甲台湾扣32%的对等关税。农业部表示讲，乌蝶兰、地米、鸡豆、五果、鱼肉鱼这6大产业呢，受到影响比较大。虽然目前是暂时改做是10%尔，也是有压力的。这农业部在今仔日举办市场的座谈会，和农渔民还有业者做伙来讨论对策。在去第一台北举行的座谈会，农业部邀请地农团体和业者做伙参详，讨论美国加扣10%的关税要安怎应用。台湾地hiệu上大的出口国是美国，占达7亿左右，占整体地hiệu外销达的3成。出口商讲，目前嘛干那会当观望，不可能是就是短期内半年之内以后才有可能会比较有明显的影响。台北场下晡是继续讨论出口达国较悬的乌蝶兰，美国同款是上大的出口国，49.4亿内面，美国占4成，有19.7亿。若是加扣10%的关税，成本是规个加伫要2亿。目前苏美上大的竞争对手是荷兰，和台湾同款嘛是加扣10%的关税。即马都要看美国的消费市场刷落来是啥物情形，再当评估未来有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个消费市场是美国他们国内一定会消费萎缩，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龟头岛嘛面对考验，去年外销2600多吨，一半是销去美国。业者讲，顶礼拜本地已经去咧船顶的才会掠到的鱼啊，因为关税情势无明确，结果是对船顶先拖落来，大先飞一条。目前所有的竞争对手国拢是同款10%的关税，业者敢若希望刷落来台美的谈判。政府卖用牺牲农渔业做交换条件。农业部分我们是逆差，一定是有谈判空间啊！你如果不谈，你西楼一条啊，我就希望说部长能够保证出来，就是不能牺牲农业。去年咱国是对美国进口36.9亿美金的农产品，出口但是8.9亿美金，在农产贸易是逆差。学者嘛认为讲，应该要用这个部分来做谈判的策略。贸易逆差或许也是我们在双边在谈判的时候的一种策略嘛。按照川普总统他所谓的一个对等关税的逻辑，我们要先从对方的逻辑来做一些回应。学者认为讲，美国的关税对32%降到10%，压力暂时是减啊，但是无代表就无压力。农业部只会当继续用金融支持，补助提升竞争力和开拓多元市场，来帮助农渔民和业者迎接后一摆力量唔知影有偌大的关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军事部长也有记录到，这中国的疑型男子走来到恒春外海24海里连接区，去互咱的海军的公布处理，对方说甲咱呛讲台湾呢是中国领土袂当分割一部分。另外，中国的海警船伫昨开始呢，一直来到金门水域，海巡也派出上百吨的巡防艇去做应对。4607，呼叫中国海警14607。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中国海警船关部分自动识别系统稳装身份，点点走入去金门周边海域。同时，海上大雾临近动无好，也是互咱海巡掌握调动8栋巡防艇对应。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禁限制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
南方巡航艇并航对应，用无线电广播要求中国海警船转向，双方目真话对立，国旗做伙出现。在持续并航监控，中国海警船差不多伫11早起11点离开金门限制水域，连续2天，中国海警船各有4只出现伫金门周边海域，这则伫金门南方海域，为3个所在航入咱国水域，在伊改变部分侵扰水域又搁挖近。海巡署统计，中国海警船到即卖已经侵扰金门水域68届，表达强烈的谴责。军事专家嘛记录，咱国海军旭江舰伫恒春外海24海里临接区，拄到中国强军疑嫌舰走入来，旭江舰广播警告，索取疑嫌舰强硬回应。已进入我24里临街区，将违反我中华民国临海及临街区法，我将被迫采取驱离行动。注意你的言辞，你所谓的临街区不存在，我们采取的行动针对的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学者分析，最近国际情势因为美方关税影响，不过美方最近无访台计划，研判两岸情势无相关，不过对华侵扰正肃常，必须有所因应。中共北京已经把这种做法常态化，所以我们也必须把我们的因应把它变为常态化，也就是说，海巡的训练可能要必须更强化。国防部统计，11早起开始也陆续查到中国国型主副战机甲无人机，有12台飞过中线甲伊的延伸线进入咱方领空，配合共军执行联合政备检巡，咱方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舰也甲华地飞弹系统适当应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3号电缆今年4月去互有中国资金背景的多高级货轮丰台58拖登去，这海巡人员甲因抓落来，登去台南调查。台南地检署在今日表示，检察官侦查终结，正为这使用的船长涉嫌犯着电信管理法毁害电缆相关设备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那其他7名中国籍船员无起诉处分，是由权责单位依法甲因遣送出局。目前第2名人员平安登艇。今年2月2号，海巡署甲涉嫌拖动台澎3号海底电缆的西非多国共和国籍的丰泰58货轮抓落来，佮甲几只船登去台南的安平港。经过调查，丰泰58是有中资背景的宽基轮，船顶8个船员拢是中国籍，其中使用的船长洪基阿金建了后，台南地检署10日终结，照电信管理法毁坏海缆相关设施罪来起诉，导致中华电信公司海缆系统受损，并影响台湾本岛与澎湖间电话、网络宽频通信使用。王姓被告始终否认犯行，饭后态度非佳，建请量处适当之刑。起诉书内面讲，使用的船长明明知影这个所在是咱国海底电缆的禁定区，但是同款拍定，而且佫使船伫海缆线顶悬做日行的闪动，甲咱台澎3号海缆交互灯，犯后佫无愿意讲出幕后指使船东的身份，态度真歹。另外7个当在收容的船员是得到免起诉的处分，会互权责单位依法来遣送出境。对这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发文讲，海巡署已经强化重点海域的监控和执法，防堵这种事件佫发生，而且强调海缆是台湾的所谓性命线，绝对袂吞吞任何势力用意外做理由来伤害台湾的主权。最近几年是一直传出咱国的海底电缆受损的事件。当来话，今年1月，一只刻袂量级的中国宽基轮顺兴39，嘛技术甲咱伫个亚柳东北外海的海缆拖好登。另外，2023年，台马2号、3号海缆嘛分别互中国籍的渔船和不明货轮交甲登去，造成马祖迄当阵对外无法度通信。这嘛引起美国参议员质疑中国的行为敢是战略行动，甚至是替侵台在做准备。They would do so likely with People Armed Forces maritime militia, which enables them to execute this operation without potentially signaling an intent to go to war, but by weakening the information enterprise of the states over whom they're executing aggression.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认为讲，中国确实是想要来削减台湾的资讯能力，而且指出讲，美国必须侵入海缆有可能互测定的地点，提升侦测和协助，而且建立备援网络。譬如讲，发展低轨道和中轨道的卫星系统，嘛帮助台湾强化所谓基础设施，确保台湾的通信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配偶也是这南投县政治机关司法院去互内政部依照违反国际司法解除机关公职。今日司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救济，甲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邱水正等人讨100万的赔偿。这司法院伊是主张讲，袂当用外国人适用的国籍法要求伊爱放弃伫咧中国国籍。
不过陆委会也强调讲，这中国人唔是咱的国民。我们不是是的公民。大城化口号将南投县中会议员苏雪燕进行互内政部以违反国际法解除议员公职。不过苏雪燕批评中国方面无可能互因放弃中国籍，台湾嘛无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伊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行政诉讼救济，要求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区水静等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求偿100万。现任的这些的长官，他们带头在做违法违宪的一个动作，来霸凌陆配的一个公职的参与公职的权益。大陆地区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啊，但是他还没有国民的地位而已啊。陆委会故意不跟你讲清楚，故意跟你扭曲，然后呢，制造出一个什么，你必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但是苏雪燕讲，大陆地区人民本来属有咱国人民，并不是外国人，是相关单位错误应用国际法。陆委会车站已经反驳，强调大陆地区人民并不属有中华民国国民。宪法23条规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是中华民国国民。大陆地区人民，他并不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如果大陆地区人民本属我国国民，那我们就应该让他可以参加健保但是就没有。但是移民署已经向上万的中配甲中配二代发出通知，要求摕渎职证明文件，安尼无要注销台湾户籍。海基会表示已经甲派卡手应对真济资讯量，嘛加强宣传陆委会宣布的4种类型解套方案，包括去中国恐惊有人身安全记录的人，也是重大伤病行动不方便的人。104年1月7日开始，无去中国的人，伫中国出事就返来台湾定居，而且主张毋捌伫中国失职，经过主管机关认定的，就会当用签保证的方式代替。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仔早起呢，有一个94岁查甫人车驶正紧撞过红灯，搁再吹油门撞入去停车场内面。警方也依照调书对伊过失伤害等罪嫌，甲移送法办。那这件代志也引起大家讨论，讲这坐伙人敢搁会当继续来赛车？路口监视器看到，明明是红灯，但是这台车所拢无打动，速度真紧，一直冲，最后规台车弄入去停车场内底，将2台车弄害去。赛车姓刘查甫人已经94岁啊，在早起伊开车载因某经过复兴路甲六合路路口，疑似违规冲红灯，过程中也造成一台奥多麦急动，骑车的70岁查甫人跋倒受伤。这场意外3个人拢超过70岁啊，加在虽然有受伤，不过拢无生命危险。后续本分局将依肇事逃逸、过失伤害等罪。侦讯后，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这场车祸赛车到底是因为失格差，也是维护环境，目前也在调查。不过也引起大家对坐伙人开车安全的讨论。其实自106年开始，交通部就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不管奥多麦也是汽车，每3年要换1摆驾照。高雄监理所表示，因会主动通知，换照除了要体检以外，嘛要通过认知测验，包括时间地点的问答、记录样，也搁画出考试官所讲的时间。主要是要考验因对记忆，还佫有对手脑这部分反应的认知是毋是有正确安尼？因为你为第后脚肺炎不敢换，也不敢开车啊。我即马来遮做志工，拢打2辆的脚踏车，连奥多麦我无较无啥卡骑，因为安全起见。高雄监理所讲，对106年到打，因拢总通知37000多人，有35000多人完成换照。像这位80几岁阿伯安尼自愿放弃汽车驾照的，嘛有8000多人。因为目前对换照并无年岁限制，到底坐伙人开车安全性要如何来提升，可能需要相关单位好好来研究思考。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采访报道。刚开始高雄有家长指控讲，因囝呢读国校啊，长期以来互这同学霸凌，学校拢无要处理，那教育局也讲无要改善。学校即摆是回应讲，已经有伫咧调查，那市政府讲有请这学校进行校安通报啊。放学看到小妹来接小学3年的男同学慢慢抱起来，这是伊读小学了后的日常。家长当作伫学校成绩好、真大心的男童，逐工读册拢真欢喜。最近却发现伊疑似有2档的时间互武力。言语的霸凌，或者是行为的霸凌，或者是校方不积极处理一些事情的霸凌，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这几天才发现的。家长讲，家己囡仔读外校学校，顶礼拜接到学校通知，讲伊耍耍碰到同学目睭，对方家长去报案。先了解知影囡仔毋是故意，所以嘛问出伊疑似互4名同学，还佫校长武力。
北方对巴肚拍卡只片扇喙皮，嘛，互囡仔袂想要读册，被检验出有不足的状况，家长指控学校处理态度消极，通报市府嘛无明显改善。Bullying is a serious matter, and we are taking it seriously. Right now, the school is conducting the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these allegations coming from the parents. That's all that we can give for now. 学校讲已经介入调查，其他的细节无法度讲。纵使可能孩子有很多他的原因，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告诉你，但只要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可以知道后续怎么处理，怎么协助孩子。日本建议平常亲子互动之间，就当建立信任关系，互因愿意分享。是否即是规定直接对家长订正，就随导到学校进行校安通报，照外交学校母国制度规范来启动调查，同时对相关学生进行辅导甲机会教育，是否会持续追踪。同时新闻王刘婷、陈hen坤强报道。有邮轮车飞载3000多名旅客呢，对家人出发，说因为出现各样停伫日本奥基纳瓦一港，再起登来到台湾。针对这行程去签到，准公司讲有补偿的措施，不过尤其是认为讲这方案因无法度接受。航空局也讲会含这消保官协助旅客继续含准公司协调。内部状况真豪华，这邮轮就会当出国。为家人港出发的哥斯达邮轮沙伦纳号，旅客拢真介意。只不过车北一班邮轮载3536个旅客，3387个个人到日本了后，却因为技术性原因机械故障，旅客互人留伫奥基纳瓦一天。船有技术性问题，然后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也不知道是我们。然后它低楼层就是2楼，然后就有那个油耗味。引擎一阵一阵的声音，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敲敲打打声音。其实满头问号，因为我们正在排队要下船，他们的护照影本就被收走了。船顶的旅客不满，因为毋但机械故障，准公司通过的行程嘛一再改变，即嘛差不多是啥拢无算到。本来这只邮轮伫车北上船了后，车到爱到那霸港。一定车走暗时要去石湾岛，结果旅客困精神船完全无震动，到尾互人送去安社新港，总算伫10:45回台。哥斯达邮轮原本预计在11号早上9点就抵达基隆港，实际来到基隆港务分公司大厅空无一人，也挂出取消公告。受影响的毋但是船顶的旅客，本来预定伫11中昼就出发的一班邮轮，嘛伫前一天早通知临时取消，大阵旅客去互人延误。高雄部嘛执行航港局要求相关单位紧急讨论应变的措施，旅客一定伫12早起回台。目前总公司是提供船顶旅客$50的船顶消费金，也甲伊是抓乘客专业退费取消航程，或者是改行程加$100消费金补偿。不过行程规个乱去，大部分旅客是无法度接受，航港局嘛表示会看需要，会同消保官协助旅客持续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罗西亚顶礼拜去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发动今年以来上严重的空袭，上报有20个人死亡，当中有9个是囡仔，另外也有70多人受伤。另外一方面呢，这乌克兰11会派人去到华府，针对新的矿产协议草案进行谈判。Да, нормально. Иди сюда. Ракета. Заходи. Да все. Может, второй будет, блин. Куда попала, сука? 听到爆炸声，民众是惊到要死。俄罗斯测试向阳空袭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利夫洛，这也是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有9个囡仔。迄天，亲三的总统和一间饭店员工用随身的摄影机全部甲伊翕落来。根据乌克兰官方通报，伤者上岁只有3个月大，另外有40个人被送往病院救治，其中2个囡仔性命危险。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办公室讲，这是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爆发3年半以来上侪儿童遭到攻击，也是今年上届死伤的空袭之一。因过俄方讲，攻击目标是乌克兰士兵，不过对监视器画面来看，根本就无任何军队。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各地来发动攻击。泽伦斯基讲，这显示美国这西方国家的施加压力有关无够。尽管安尼，乌克兰意外派技术团队到美国，对着美国甲乌克兰矿产的协议来展开谈判。
泽伦斯基强调，乌克兰欢迎对该国扩散的投资甲合作，不过也是有上界限度，必须确保有平等的伙伴关系，并且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同时，乌克兰愿意支付上最500亿美金的费用，来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One thing I can confirm for sure that nothing in the agreement can be negotiated with Ukraine in a way that will undermine the existing commitments and obligations Ukraine has,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ones within Ukraine facility,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IMF cooperation. 另外，就伫美国甲乌克兰准备谈判协议的时阵，美国甲俄罗斯代表车站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对双方大使馆恢复正常运作，展开5点半钟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讲，这摆会谈甲乌克兰无关系。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证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提出辞职的讲法。布鲁斯讲，布林克的辞职也提醒美国应该爱努力，和俄罗斯甲乌克兰结束战争。另外一方面，由英国、法国两国主导，伫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召开头一场支援乌克兰的志愿者联名会议，总共有31个国防部长参加，不过美国不是联名的成员。这摆讨论内容包含派遣陆海空三军驻扎伫乌克兰的可能性，也佮加强俄罗斯甲乌克兰邻国的北约军队。也让英国是答应佮再提供乌克兰4亿5千万英镑，大约192亿大票的军事援助。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进前咧面册做这全球总监的威廉斯，伊出席到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指控进前面册开发这审查工具的时阵，和中国官员参与测试，会当对中国香港含台湾的用户也会发文呢进行修改，也佮甲一寡资讯查起来。那Meta是回应讲，这拢是无影无迹。徛伫听证会进行时，美国前面册全球总监威廉斯也正手就抓。威廉斯伫美国当地时间7号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听证会，替面册母公司 Meta 甲中国关系作证。Yet I witnessed Meta work hand in glov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onstruct and test custom-built censorship tools that silenced and censored their critics. 威廉斯伫2011年到2017年拜是面册全球总监，伊表示过去面册开发审查工具时阵，面册高层主管会定期甲中国官员会面，互中国官员参加测试，配合中国的审查制度，提出会当互中国审查中国、香港、甲台湾用户的发文做修改哪吒过滤的审查工具。这款工具互一名总编辑有权利审查发文内容，佮会当伫新疆这特定地区关闭面册的服务，也是伫敏感日子，像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周年，也是社会无稳定期间关闭规个网站，人会当讨好中国拍入去达180亿美金的中国市场。When Beijing demanded that Facebook delete the account of a prominent Chinese dissident living on American soil, they did it, and then lied to Congress when asked about the incident in a Senate hearing. 另外，威廉斯搁之前 Meta 捌考虑伫中国建立资料中心，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发展 AI 人工智慧技术的成果，违背美国的价值观，嘛危害美国国安。威廉斯形容萨克伯格是上面人，无底线的推动审查制度，更加毋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替头一个囡仔好名。对威廉斯的指控 ，Meta 反驳，关闭中国意义真书过门柜的效果，是因为使用者透露个人资料，违反面册规定，才互删除。Meta 的通讯总监认为。威廉斯的证词脱离现实，充满假指控，表示执行长萨克伯格虽然捌公开表示想要伫中国提供服务，相关的细节嘛捌互媒体大报道，也毋过暂时毋捌伫中国提供任何的服务。这届听证会拄好是伫Meta则是反垄断案件开庭审判的前几天举行。美国参议员霍利表示，会审查Meta是毋是捌伫国会做伪证，无排除甲事件交互司法部。公视新闻台是董编译。美国总统川上任了后，一寡政策去扫到台湾，咱台湾爱安怎来处理呢？前 AIT 处长李英杰70就表示，川政府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到 GDP 的10%，这款的数字是无作用的。那针对着关税政策，李英杰是建议讲，会当利用川看中的半导体产业来当作谈判条件。来看公视台记台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发回报道。美国川普政府的对顶关税政策来真紧，也变甲真紧。前美国在地协会 AIT 处长李英杰肯定台湾政府派出谈判代表来到美国，积极甲川普政府沟通。Have had some productive conversations. I think that the Lai administration is really playing this well, talking about
not retaliating and increasing procurement. 除了台湾提出善意，丽英嘅车集伫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嘅座谈，也呼吁美国财政部赶紧来完成台美商战扣税减免法案嘅立法程序。这项法案已经伫众议院通过，苏拉亚丹参议院表决，将法度送到川普手中公布实施。Of all the major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also the only one without a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treatment. So that's one thing that I've been pushing very hardly since my arrival. 咱个驻美代表卢大瑞相关讲到台美商战扣税减免法案，并且搁再讲到台湾面对这个对顶关税，袂用这个报复性的手段，也若无伫这波对顶关税实施范围内的半导体，是毋是有法度伫90天的暂缓期一摆甲美方讲好条件？李英杰认为，晶片是台湾重要的谈判力啊。That Oval Office announcement of $100 billion investment from TSMC, that definitely go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ttention. Right? So I'm hopeful that this can be resolved in a way that is favorable for Taiwan. 除了关税政策，台湾的各项预算要占 GDP 的几趴，嘛引起川普政府各项官员的重视。但是这数字是不是就是10%？伫华盛顿，大家有无共意见？我国大楼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卢催告甲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讲，尽管台湾答应的增加各项预算到 GDP 的3%，也过台湾必须说甲更加多。也过川普画出来10%的目标，李英杰认为讲无切实际。I don't think we need to get too fixated on what percentage of GDP is being spent on this. They'll never get 10%. That's not realistic. 李英杰讲，数字顶面的各项预算无计算这个民防才增强整体韧性规划，卖只是干那看军费伫 GDP 占的比率。华府人士认为讲，台美双方安怎对战略顶面共同来合作中国侵犯台湾，这才是即阵上界重要课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初告宣布，大部分国家的关税政策是延后90天。外界认为讲，这可能是美国主要的海外借款国也开始伫咧卖美债啊。刘立伟认为讲，咱台湾敢着爱需要来增加美债咧。央行总裁杨金龙就表示，若准台湾买美债会当降低美国的用资成本，谈判小组也认为会当利用这来谈判，对当提供相关的数据。美国总统川普初告紧急向真济国宣布讲，暂慢实施关税政策90天。有特别关心台湾的外汇存底8成以上都是美债，那台湾增加美债，敢会当做台美谈判的条件？美国逆差的时候呢，我们去购买它的美债呢，是可以降低它的融资成本。那可以，如果说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也是对它有贡献的。如果说这个是值得去谈判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数据给他。引起各界关注的是，过去美债方看作是全球上安全资产的避风港，但是自从关税政策出来了后，若是美国大陆美债嘛出现真罕咧看的抛售。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市场是真烦恼，讲一寡国家敢会用抛售美债来做反制关税政策的工具。不排除它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弯，是因为美债在短时间急跌的一个关系，所以它必须要拉股市来保美债。如果美债崩盘，你这个钱就拿不回来了嘛，这个是最大的风险嘛。美债如果出现崩盘这种现象的话，美元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也都开始会动荡了。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到今年1月的统计，有美国政府公债前3大国家，包括日本、中国和英国，台湾3月外汇存底金额是5780.22亿美金，其中有8成都是美债，创史上第2高的纪录。有专家认为讲，有美债国家袂选伫同一个时间大量抛售美债。最近美债的一个下跌，反而不是一个逢低捡便宜的机会嘛。那央行它是这样，央行它也不会说一口气就全买，而是越跌越买，越跌越买。当美债的一个价格又重新回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之下，央行不见得会吃亏啊。台湾敢要增加美债，央行总裁尤金良并无证实。有分析师认为讲，最近因为关税谈判和反制措施才无确定性，美债市场伫短时间内恐惊嘛是会持续变动。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伫咧社群顶头呢，有不少大学生以个人名义发起收罢免的联署书，也有学生自发性伫咧校园附近或者是学校内面的摆摊进行罢免行动。有人认为讲这罢免联署是政治活动，政治袂当入去校园。不过也是有人认为讲这大学生已经有投票权啊，也有这罢免的权利，无牵涉到诽谤，这就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伫台大校园面册被台发文讲，愿意到3公所一花莲第2阶段罢免立委布坤基的诉诸，台大黄同学互网友攻击，要民众卡去下班来施加压力，在伊伫民团甲民进党立委陪伴伊开记者会。作为花莲选民，我个人很单纯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学校去好好的支持行动，但没有想到会被抹黑跟攻击。伫政大有学生伫图书馆头前的所在提供立委罢免的联署单，两派人马伫社群平台争论。也来伫台北大学、中山大学、东吴大学甲台师大，要学生自发进行罢免行动。台师大今仔为同学这2天是点点伫学校附近收罢免联署单。考虑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也不是具有侵犯性，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那种行政资源可言，是自主的。不要让公权力的政治介入，但是学生自己要有政治是没有问题。政大学生的大罢免行动，互学校以无事先申请，而且依照教育基本法的规定，教育应该本中立原则，学校袂使为特定政治团体来做宣传，也是活动；同学袂使为单一政党宣传，也是反宣传活动来贴图。政大社会学系教授黄和平请教校内校外法律学者指出，学校内底有袂少宗教性的社团伫宣传各自的宗教，是不是违反教育基本法的规定？学校觉得宗教不敏感了，政治就很敏感了。罢免不同政党的活动都在学校里面可以活动，他们就很害怕。中山大学有学生家己伫学校内底设置联署站，文宣互学校来拆掉，学生会长谴责。校长李志平回应讲，大学生有投票权，也有罢免权，一边卖牵涉侮辱甲中伤，拢是政治言论的自由表现。本大法律系教授彭元基指出，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范的是学校，也老师学生的言论甲行为立场，依然受宪法言论自由保障。学校爱中立对待任何立场的学生，都有言论自由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立法议会今日处理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复议案，三读通过内容明定，警消逐个月退休所得上限增加到80%，进前的也拢会当列入来。行政院是认为讲执行有困难，复议案搁再互南北联署否决。代表在今仔日也确认反废死、反戒严2项公投案送到自读的技术录。伫咧议场内面的这条约立委大概是大细声，民进党团搁再提案加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内62位南北立委移送纪律委员会。不过伫咧南北人数优势之下，提案去互否决，嘅技术录也宣告通过。伫立法院议场中午铺拍红车的大字艺术录，民进党团不完顶个月25，立法院甲反废死、反戒严2项公投案直接交付议讨的时阵，无依照规定延长会议时间，注定是违法会议。艺术录应该袂使确定，已经小连续正在该阻碍议会进行。不过11立委无搁占主席台，由武道专门讲，提案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内的62个南北立委移送纪律委员会。不过南北人数优势，提案叫人封杀，议事录嘛宣告通过，再来处理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复议案。因为行政院认为，修法明定警察、消防等人员每个月退休所得上限增加到80%，而且会当为永过开始算，安尼造成一般公务人员甲警校人员的对立，也拖退国家的财政，确实有无法度施行的所在。这是反年改的法案，这是反对下一代的法案，行政院没有办法来报告。立法委员也没有办法直球对决来质询，所以国民党就是心虚。当人民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些警消是往人们逃难的反方向去接近这些危险，去用生命来保护我们的国人。那政府本来应该就要对他们献上最高的敬意。这么郑重的呼吁，请给我们的警消人员应该有的保障。不是给多高，只是希望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有尊严的，退休是有保障的。
立法院表决大战的结果，反对复议案62票，赞成票敢若50票。因为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并无出来投票，复议案搁再互人否决，创下行政院长倒用退任内复议案第6届失败纪录。对这代志，行政院是讲会谨慎评估后一步要安怎做，也就是是毋是搁再依照宪法的程序提出行政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原生种可能花即马花是开甲真旺，所以因为这台语读起来甲可能真歪音，所以若阵这可能发伫望边厝边，真侪民众讲爱甲这可能错掉。另外伫路边定定看到这咸丰草，也有人甲伊叫做是车查某。就学者提出讲，亲像这款有歧视性的食物俗名，咱要爱尽量甲伊避免。啊，那台语学者是建议讲，会当用文读音来读这个食物的名。桥仔色的花蕊，阁有淡薄仔清芳。即马当是台湾原生种可能花大出的时阵，但是因为台语讲起来甲可能外音，过去捌互人认为是歹结掉的食物，阁有台花咸丰草，俗名赤查某，古翠花，阁叫番仔藤，其实这拢是有歧视的用字。其实台湾即马常常咧用的名，比如讲有一个物件叫番仔藤，其实就是咱讲的叫做醋叶牵牛。番仔藤你其实就是讲原住民较无好的用字啊。比如讲另外一个名叫做臭牛主，啊臭牛主的话，你就想着讲啊奇怪，那毋是臭公主，想要臭牛主。新的名是讲新好的名，经一个较文雅的摕来叫伊的名。学者表示，因2024年去西班牙参加国际食物大会，过程都有针对食物号名讨论，大家嘛有共识，食物名若有种族甲性别歧视等等无公平名称，都应该改掉。台语学者嘛建议，食物含名会当直接用文读音。过去一寡因素，咱遮的事可能有一寡性别的这种，也是无共款这个偏见的时阵啊吼。我的建议是吼，大家来思考一下，有较好的名。较水气的名，会使来代表咱台湾新的台语的未来。好，啊，搁着讲到这种含名，这是我感觉在学术上，其实这含名完全拢会使每一字用咱的台语文的这个文读音来读，嘛是拢最好听的哦吼。食物学者表示，因目前已经整理出几啊百种有歧视意思的食物名称，未来也会发表成果，希望大家同齐来思考意思的用法，避免使用有歧视的讲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明星科技大学去年甲日本新本县的学校有签这教育合作，顶一日头一批半导体日本专班的学生来到台湾，学习到半导体产业技术，希望回去了后会当顺利去到相关的产业发展。学生专心听老师教大家安怎用半导体基台甲制作晶片的过程，这拢是来自日本新本县的学生。上春台积电伫日本当地设厂，未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需求。民生科技大学半导体学院最近迎来头一批日本学生，要来台湾学习半导体专业知识。因讲会选择来台湾学习，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有上好的半導體經驗。熊本に TSMC の子会社が来て、TSMC は半導体会社の世界のトップなので、台湾で半導体の勉強ができるならとてもいい機会だと思ったので。台湾で中国語も学び、半導体の仕事も学びたいと思ったので、台湾で勉強しに来ました。私は半導体の技術を学び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してこの4年間で半導体技術のライセンスを取得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台湾は半導体で世界的に有名なので、台湾に来て中国語や半導体について勉強したいと思ったからです。昨天早上。这届拢总有8个日本学生来上半导体相关课程，学校也安排因学中文。来台湾的4年，除了会当学到半导体技术，可以互因去相关产业见习，互学生进行实务操作，可以学到学理跟实务都可以学到，包括在课堂上的上课。那另外，除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场域，也可以学生可以学到半导体相关知识。IC 的测试跟 IC 的封装等等，那希望学生学到理论以外，还可以学到一些实务的操作，那以利学生以后进到半导体相关产业就业。除了跟日本合作以外，学校最近也参越南签署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让台湾唔但是半导体龙头，未来也是国际上培育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
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嘉义市的千秋节是地方传承超过200年的民俗活动。嘉义市的民生国中就老师带学生来记录这项传统文化，搁再用这台语的方式来发表绘本，那增加学校和社区连结，也和这本土基本的教育达成传承的目标。顶下较悬，顶下偌悬。12公尺悬对。老师甲学生囡仔做伙讨论着绘本内底的内容。嘉义市民生国中26位学生用当半的时间研究学校附近上帝也公庙传承每200档的海参手比赛。因阁甲研究的内容用画图的方式来出版台语绘本。学着真济文化安尼，嘛是认识咱这区的。即特别的活动安尼，是大人嘛拢有带我去看过迄个活动，迄个活动真正是足特别的啦，就是足悬的亲像嘛，有人去海。咱就爱来了解咱身躯边的文化，了解了后，知影伊的意义，知影伊的价值，知影伊文化的水，咱才有法度甲伊推散出去，互更较侪人知影。这个海参手的比赛是伫上帝爷公生的时，伫嘉义市古地面下路头才会举办的传统活动，用底下伫12米悬的半空中搭千手来比赛。看谁海较悬，学生甲这由来甲演变拢写入去绘本内底，互人会当来了解这项特殊的传统活动。我本来毋知即个活动，画即个绘本了后，我嘛搁想要去了解即个海千秋的历史嘛，想要甲阮的同学做伙去参加。囡仔大汉了，伊个倒来看到讲，伊较早做的物件，有这庙仔遮做一个资料，这个是一种。算讲做历史、做文化的物件吼。这本海参手的上帝也讲，不管是内底的故事，或者是每一个图面，拢是老师甲学生综合完成的成果。学校希望这本绘本唔但记录下路头高空海参手的民俗活动，嘛希望互在地文化会当用在地语来继续传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已经过往的水墨大师李基波是战后头一代真有代表性的画家，伊的作品对早期真有战斗风格，到中后期观察在地地方风俗拢有。国立历史博物馆特别选出69件李基波的经典作品来展览，想要来延续着伊坚持台湾这块土地精神。用水墨详细刻画出侪人伫咧夜市啊无用咧款物件，享受同齐食小食的画面，阁有民众小客伫淡水节温顶悬通勤的日常。这是台湾水墨画画家李基波的作品。伫画家李基波的画笔之下，不管是人物也是动物，拢充满生命力。文化部长表示，李基波艺术家是台湾水墨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自细汉就看艺术家的画，伊的作品和台湾人有一种真相像的精神，毋茫自由，毋过惊虚伪，会想要我做伙团结起来。我刚刚讲到他的一些绘画里面的很害怕寂寞，一群人在一起，蛮像台湾的。台湾人很怕寂寞，这个岛小小的，可是大家都挤在一起，因为大家很怕寂寞，团结在一起。这把天马是艺术家李基波在生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头届公开展出。文化部表示，李基波算是战后第一代真有代表性的画家。早期的作品有战斗的文艺风格，中后期顺应时代变化，投入观察地方民情日常生活。国立历史博物馆也表示，艺术家李基波是甲博物馆连接社区的先锋，一世人的创作拢显示伊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爱甲坚持。你可以看到李老师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那他的作品里面，虽然他是用传统书画，但是他结合了西洋的速写的技巧。他在我们的生活日常里面，把很多市井小民刻画得非常的生动。国立历史博物馆表示，今年是艺术家李基波100年名诞，所以特别选69件经典作品展览，会一路展到6月初8。希望透过展览，带大家感受水墨大师下时代结合传统、走向创新的艺术成就。记者梁家佳、柯秉哲台北报道。为了要达成2026年4万户台语家庭的目标，文化部自去年开始推出台语家庭计划，真侪县市拢举办台语的相关活动。其实，亲像这客委会伫咧实行客语家庭的时阵，这17年来累积到达有4000多户。客委会就表示讲，上界困难的有关是要安怎互人愿意开嘴讲。对学者是认为，就要增加社会奖励机制，提升工作机会等等。出角鸟啊来作秀。
广告词正讲，带大人囡仔用台语来唱念。文化部自去年开始设台语家庭计划，打算要达成2026年4万户的目标，在各县市办各种的台语活动。其实，像客委会实行客语家庭这17年来累积4218户。客委会表示，这多年来上困难的，要是要安怎让人愿意开嘴讲，因认为增加使用环境是上要紧的。鼓励县市政府在他们的这一些地方的有线电视媒体上面或者是办公环境对外宣导的政策提供客语，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客语是我们这地区的通行语言了。客委会根据客家基本法，伫咧全国有规划70个客语通行语地区，通对制度面积极对学校公部门要求爱讲客语。根据客语社区营造的学者张学谦表示，台语在台湾有7%的人口，政府其实嘛通设台语通行语地区。另外，伊认为要增加台语环境，通像英国威尔士语共款，要有社会奖励机制，提升工作机会等等。以学校的教育做有教育，有教育的时阵。有一个影响，就是讲，伊变做必须的语言，搁伊带来工作的机会。所以，咱要复兴一个语言吼，毋是讲语言复兴尔，嘛是咧安排你的语言的这个奖赏制度。另外，台塑大学学者柯惠如嘛指出，政府无应该甲台语发展干那归类在文化甲教育，台语的实践甲发展应当爱愈全面，互民众通意识到台湾的台语环境，然后进一步愿意开嘴讲。伊也建议政府通对店家员工的语言标示开始做。政府来做的，大家通用的这个语言标示，譬如讲有一个，若是有人伊会晓讲客话，嘛会晓讲台湾话，伊就变两个起嚟啊。意思就是讲，这个服务生伊会晓讲这个国家的语言。学者表示，虽然文化部有制定明年2026年要达成4万户台语家庭的目标，不过因认为这无代表台语发展只要涉到家庭就好，上主要要是要安怎互语言使用环境和使用动机有好的循环，才有法度互台语维持生命力。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新北报道。为了要开互保机的光景，台南基本款协会呢，去年开始推动台语友善行动，结合店家打造台语的生活环境。到今呢，已经有30间店来响应咯。不过民间团体也发现讲，这市政府的文宣顶头，常常出现唔对的大文字。因也建议市政府就要设立台语委员会来做咨询单位，带头使用正确的台语本。你去健身房上团课，教练讲的毋是华语，是用台语来指导。像推下经、野教练，听到人会做这款运动。台南这间健身业是响应台语友善行动，专程用台语来教课。阮的先辈拢有咧用台语咧教，所以我就想讲爱甲遮个物件留落来，就想讲甲遮个物件传落。那健身房这间册店嘛加入推广，放台语册好看。逐个月底搁办台语读册会，头家讲近来有侪少年人愿意加入台语册店来，只要头家先开嘴讲，人客嘛加减用台语来回应，豆豆形成一款文化气氛。平常时的对话生活内底的对话，因大部分拢是听有豆豆讲，阮嘛袂讲家己赶，还是袂讲家己笑，还是安那，就是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安尼。这项计划是由台南基本款协会发起，营招各行各业加入台语友善店家行动。对去年起头，先针对餐饮店，后来旅社、动物病院拢来响应，到达超过30间店头加入。台语虽然已经是国家语言，不过民间所发现市府的文宣，也是定出现找头路、佚佗、食头路，搁有上安心等华台语黑白用的状况。民团认为市府应该带头用正版的台文语。过去的政府就是无这个母语教育，所以地属因这样的是嘛，唔是因条件要安尼唔对，根本就是爱设立一个台语委员会，互因会当有一个咨询的一个单位，兼一个窗仔口，通互因去请示、去请问、去咨询。市府的文宣呢，通常委外交由专业设计，那部分的厂商呢，只有参酌在媒体上或者是网络社群上常见的一个台语的词汇，日后呢会要求执行的厂商应谨慎的使用正确的台语书写系统。政府若要真正复振保语，就要甲民间做伙来推测。市府回应后续会更加谨慎，嘛讲会共同协作保存甲传承台语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讲到这明仔载有方面接近哦，这中部以北、东部地区金门马祖会有低渐好，也那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另外爱特别注意就是这东北季风搁在变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会较凉冷，也会落寡大雨。也那金门马祖会大幅影响到能见度，民众要出门就爱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8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台湾狗啊，我是台湾狗。大家莫个讲狗狗啊，因为因是母系社会，咱在美猴王是假，美猴王是假。